定嘛，有人伫讲马克杯，马克杯。毋过伊旁来的时阵，也是讲咱伫厝会摕，绝对是摕这种的。啊，哇，伊有足大杯哦。大的咧。吼，所以讲我较简单，我就是大底杯啊。哦，就是甲直接甲款讲大底杯。我感觉好做茶灰啊。茶灰啊，因为伊是灰啊做的嘛吼，啊，但是是专门摕来啉水啦、啉茶，所以是茶的灰啊。咱红叶甲粉灰啊，粉刷红叶啊，对啊，无定就是恁咯，嘛听过哦，嘛听过吼，大底杯啊嘛听过吼，无定就是恁咯。系啊，因为刚才伊送我可能尔。哦，茶灰啊，伊占的趴数是52.1%，52.1%，啊大底杯啊是47.9%，其实是差不多。啊，咱这个茶灰啊，因为可能用材质。因为一般这个马克杯，伊是用迄个粗灰，就是陶土来去做，啊烧出来嘛是油油安尼，所以咱来讲伊是茶灰啊。啊，这个字，伊英语叫做 mug。啊，伊迄个就是迄个土的意思，啊，来去做迄个茶果，好，所以就是土变茶果，啊，赶快用迄个 MU 做开头安尼。